来看新北树林的西准街一段52巷一间电池工厂，今透早发生火灾，搁再烧到隔壁2间塑胶工厂，造成其中一间塑胶工厂的负责人即姓王的头家，因兜一口罩3个人过往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去到现场探视死者的家属，也答应讲会尽全力来协助。 消防人员无用器械出入在做残火的处理，铁皮房烧甲拢乌去。树林西准街一间电池工厂，今仔日透早发生大火，火势阁拖到隔壁2间塑胶工厂。消防人员一直拍火，到透早6点58分，火势才拍花。3间工厂初高风烧起的面积差不多1329平方公尺，现场拢是臭味，嘛去影响到4颗地下的工厂。很臭啊！早上不在这边啊？那个没有电啊。 我们都受影响诶，伊电伊个预防性诶，迄个用掉啊。新北市消防局讲，火灾发生的时间是透早4点外，消防人员到现场时阵，3间工厂都已经到烧甲正深度的阶段。着火点是伫咧西准街25号中永一般电动汽车的电池工厂。后壁家属反映讲，塑胶工厂内面有人失联，消防人员是集中全力来灌救。落尾是不幸发现3个人的遗体，姓吴的查某人一个火下3个人拢总无命。 大约在7点多，我们就发现到3位失联的，一对年轻的夫妻跟6个月的小孩。36岁姓吴的查某人含伊35岁的某，2个人有一个6个月大的查某囝，3个人不幸拢因为即摆的火灾过身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到现场，关切火场导火的原因，慰问现场一直在哭的家属。火灾详细起因，爱等消防单位进一步厘清。我们对整个火灾发生的原因，我已经要求消防局。 要调查清楚。我们对罹难者，我们不但哀痛以外，我们会在社会关怀协助上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。下晡火调科人员嘛去现场来做采证，警方会等有电了后，再来调4颗地下的监视系统，排除敢有外力造成火灾，而且帮助家属处理续落来相关的代志，嘛会会同消防单位现场监视，含做刑事的验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